新德县竹东镇这个游泳池开7000万的预算，经过4档改建好势，伫咧去年6月才拄啊开放尔。不过最近却是传出这水温上过低，也是航商的门变形等等一寡问题。竹东镇公所表示讲，会赶紧请厂商来甲改善。 民众探营来到SPA池减轻压力，不离个边仔人实在配合伊的勇气。原地则是要互人放轻松的所在，却因为水温伤低，互不少人根本就唔敢落水。对，可太冷我们都不敢下去。以前温度低太多了，在冬天会受不了。对啊，这样在关的时候哈，那门缝就有门缝，要不然它应该要靠到这里来。 除了SPA池的水温伤低以外，个人发现电风扇的门则用无偌久就变形，内底烧气一直流出去，也失去电风扇的功能。水温大概在29到30度左右，但是我们去查一下哦，SPA池最适当的温度大约是32度到36度，花了7000万在改善，有这种工程瑕疵，真的是。 很不应该。这是新德县竹东镇游泳池，开7000万，用4年时间改建，去年6月才对外开放，用半年就走精。针对民众反映，镇公所讲会请厂商来修理。近期就会增加一个热泵，然后热泵只要加进去之后，水温就能够迅速的回到35、36这个温度。我们已经请厂商去做实木来做整个改善。 竹东镇公所表示，水温伤低，电风扇的门无码，拢会请厂商赶紧改善，也针对游泳池相关设备检查一改，来符合民众的需要甲期待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